基美义工小人乐团就着演奏，表达对器官捐赠者的感念甲对思，嘛伫优雅音乐声中，基美医学中心器官捐赠纪念墙扩大整建，伫捐赠者家属甲受赠者代表共同参与，正式举办落成典礼。会中基美医学中心院长邱中庆甲副院长田玉峰嘛亲自到场，表达对民国88年到今总共166例捐赠，造福760位受助者，所以墙面已经无够使用。除了争取感念捐赠者，嘛持续推广器官捐赠，用爱来传承生命的观念，整个气氛嘛有各界相当感动。很多家属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有时候会听到家属分享说，在医院有一个角落可以让家属想念自己的家人，对他们家里的人来讲是意义很不一样的。尤其他们还会把那一个空间啊，想念家属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啊，把它画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在医院有一个这么温暖的地方，然后能够把大家的爱跟善的能量不断的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其实奇美做得很好，就是对家属来讲，不只是捐赠，捐赠完之后呢，还会一直让家属感觉到那种温暖的陪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跟奇美多多学习的地方。纪念墙边嘛新增加多媒体电视，透过彰显捐赠者的生命故事，互来到者的家属会当再次对思。其中陈小姐的爸爸的捐赠感冒加肝脏，拄好今日生日，查某囝嘛借出传达生命顶头生的感动。很感谢奇美医院设立这个纪念墙，让我们捐赠者家属有机会可以来这边对我们逝去的家人做一些怀念的机会。那这几年慢慢的器官捐赠这个活动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了。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支持器官捐赠这个行为啦哈。那可以遗爱人间，然后让生命可以继续延续。这座器官纪念墙的设立，嘛参照小天使当上同款，承载20年来所有捐赠者的大爱甲生命故事。台南新闻，阮吉林根采访报道。